做伙跳舞。哥来高雄无食山东路的炸鸡，敢会使？山东不是炸鸡，那无炸鸡，甲无椒盐的梅子口味啊，是啥？经典美食。经典美式哦，微甜，然后带点咸。一猫车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吃再唱。你袂惊声音无声？就照然那样。马祖你嘛歹啦，王爷你嘛歹一个。水仙景我过去，换过你就袂减回。我是米高家乐团的主唱跟查吉他手，我是蒋明友。我是面包车乐团的第二个主唱陈志业。我驶面包车，我等于啦，凯啊，我查吉他，我叫王啊当时，我讲过家己的名是台语的。我贝斯手叫逸轩，我是歌手，我的名台语我袂晓念，错也行啊，错也行。音乐是阮的面包啦，阮大家学的物件无共款。那像大家拢早无共款的面包来加即个乐团安尼。阮做大作业是伫咧编老歌去互老人听。阮其实去老人伊就讲向有闲就来。较事上的是拄好头前去死的，因为阮住较近，我若即死啊，佮欠一个，阮就迄空会歇困。伊嘛袂使讲去做，搭一个记台唱歌互老人听啦，安尼因若听袂着啥物。因为一开始加入阮的面包车这个乐团，有小可无习惯，因为我较早无想过我会唱歌互迄个时大听，会小可歹势。我伫厝毋捌唱歌，阮爸爸妈妈听啊，因叫我唱，我想到我来唱歌互你听。安哥，安哥去老人院哦养护中心唱的时候，你看因的反应就知影，因感觉阁有人会记即只的歌，因用即个改编过的方式来唱互阮听，嘛感觉做新奇的啦，做新鲜的，我感觉即个感觉袂歹。其实咱做音乐的想法吼，其实受到民谣的改变啦，是咱去服务来听众，长辈。较早阮做乐团拢是要去笑调，要去耍帅有诶无诶。我们告诉别人我们在干嘛，其实我们去服务人是另外完全一件事。我刚刚安尼是一个较心血的代志。重点嘛，去笑老人院，笑了我弄一餐不错的中餐可以吃，还是为了吃啊。无用的时间啊，伊嘛听无啦，大大声啦。